大家好，歡迎嚟到賽馬會無痛 E 世代膝痛管理成效擴展計劃嘅健康知識分享。今日我哋將會討論一下有關冷敷同熱敷嘅重要性同埋正確應用。我發覺好多同學仔都唔清楚幾時用冷敷，幾時用熱敷喎。今次等我哋嚟一齊深入咁了解一下呢兩種療法嘅差異同埋適當使用方式啦。首先我哋講下冷敷先。冷敷係通過一啲凍嘅物品，譬如冰袋、冰塊嚟降低我哋皮膚同組織嘅溫度。咁對於減輕痛楚、減輕腫脹同埋減少炎症都好有效㗎。冷敷嘅原理係令到患處個溫度降低，等患處皮下嘅血管局部收縮，達至去到消炎、去腫、減少皮下出血嘅效果。另外都可以減輕肌肉痙攣同埋止痛喎。冷敷一般都適合用於一啲急症嘅炎症，好似啱啱受傷嘅部位咁啦。通常呢啲受傷嘅部位都會有紅、腫、熱、痛呢幾個嘅症狀嘅，就譬如啱啱扭傷啦，或者急性關節炎等等。留意啦，有啲情況係唔適合用冷敷嘅，包括以下嘅情況：第一，個患處有傷口或者皮膚嘅炎症，咁就唔應該用冷敷啦。第二，血液循環受損，譬如有血栓性靜脈炎或者外周血管疾病嘅人士都唔應該使用。第三，如果分辨唔到凍同熱嘅感覺呢，都唔應該使用冷敷。譬如一啲因為糖尿病或者中風引致皮膚佢嘅觸覺減弱嘅人，要留意啦。第四，對冷敷過敏或者忍受唔到凍嘅感覺嘅人士，都唔應該使用。第五，一啲冇辦法理解指示嘅人呢，譬如有嚴重嘅認知障礙症嘅人士，亦都唔應該用冷敷啦。如果聽晒以上嘅情況都唔肯定自己適唔適合用冷敷呢，記得喺用之前諮詢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嘅意見啦。好，我哋講下關於熱敷啦。熱敷係通過用熱力，譬如熱敷氈或者熱毛巾嚟增加血液流動，幫個肌肉放鬆。對於緩解肌肉緊張、加速康復進度都好有幫助。熱敷嘅原理係提升你患處嘅溫度，令到患處皮下嘅血管擴張，增加血液循環，達至去到去腫止痛嘅效果。熱敷亦都可以舒緩肌肉痙攣，減低關節嘅僵硬感，改善軟組織嘅柔韌度，同埋加速痊癒嘅。熱敷呢，尤其適用於舒緩慢性嘅炎症同埋痛症，例如常見嘅慢性退化性關節炎啦、腰頸背痛或者肌肉疲勞等等。但係呢，就唔適用於如果患處有紅或者熱嘅症狀，就唔適用熱敷啦。同冷敷一樣，有啲情況同人士係唔適合用熱敷嘅。第一，如果你有急性炎症或者啱啱受傷嘅部位，就唔適合用熱敷啦。如果再熱敷上去，有機會會加劇你嘅腫脹或者痛感，令病情惡化。第二，如果你個患處有傷口、皮膚炎症或者出血嘅情況，都唔應該用熱敷。第三，如果你個患處血液循環唔係幾好，例如一啲周邊血管病嘅人呢，都唔應該用熱敷啦。第四，如果你分辨唔到凍同熱嘅感覺，譬如好似因為糖尿病或者中風，令到你個皮膚觸覺減弱嘅話呢，感覺唔到凍同熱，咁都唔應該用熱敷。第五，如果理解唔到指示嘅人士，譬如一啲嚴重嘅認知障礙症人士呢，都避免要用熱敷啦。我哋做冷敷嘅時候，要起碼喺用之前2個鐘
將個冰袋放入冰箱進行冷凍。當要用嘅時候，再由冰箱拎返出嚟用。我哋做熱敷嘅時候，要根據各自熱敷袋包裝上嘅指示進行加熱。今次示範用嘅呢個熱敷袋就需要擺入微波爐加熱1至2分鐘。記住啦，唔同牌子嘅熱敷袋加熱嘅時間同埋方法都有機會唔同嘅，記得睇清楚各自包裝上面嘅說明啦。無論做冷敷或者熱敷，都有一啲用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首先，唔好將冷敷或者熱敷直接同皮膚接觸，應該用毛巾或者布料先包住佢，再放喺患處做冷敷或者熱敷。如果有膝頭哥痛嘅朋友仔，又想做冷敷或者熱敷嘅話呢，做嘅時候，首先我哋就要晾起隻腳先，因為都要定住呢個姿勢15至20分鐘。如果想舒服啲嘅話呢，我哋可以將一條毛巾捲做一個卷，然後放喺膝頭哥嘅下邊。另外呢，冷敷同熱敷都唔應該用太耐，避免對皮膚造成損傷。冷敷同熱敷一般嘅使用時間為15分鐘到20分鐘。總括嚟講，冷敷同熱敷都係可以止痛、加速康復有效嘅方法。大家記得喺用之前先確認一下自己嘅情況，並且遵從正確嘅使用方法。希望幫到大家啦〜